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湾绿电的发展拄到问题。经济部长郭志辉讲，政府有咧考虑要请厂商到菲律宾起绿电厂，再搁甲绿电透过海底电缆送登来台湾。结果这个构想立委质疑，学者嘛痛骂讲无实际。 台湾南电北送就要年损400亿，那从菲律宾送上来的电，距离是一整个台湾的长度。部长有换算过说，这样子我们要损失多少电、多少钱吗？我们负担得起吗？每一位立委质询的第一题，拢是伫咧聊菲律宾起绿电厂的代志，起因就是经济部长郭志辉昨讲的这话。找一个可以发展绿电的国家，在其他的国家发展绿电，我们买到的绿电。 价格应该会低于在台湾发展。台湾绿电发展拄到问题，部长想到为各国下手，当时对伫咧菲律宾设厂感到真有信心。不过过当讲态度总变得真保守。区域的这个国家，大家互相在这个绿电上面啊，给予这些资源啊，所以讨论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啦。 那你现在大家都已经讨论到什么时候盖电厂啊，什么时候，这个没有办法回答这个事情。考虑菲律宾当地绿电技术较强，嘛参考新加坡伫咧澳洲买绿电的案例。不过专家认为，因的想法伤浅啊。澳洲要卖电给新加坡，这个海底电缆是澳洲这边要负责新建。今天我们要去跟菲律宾购买绿电，海底电缆是我们要负责新建，这个部分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，不是光嘴巴讲说。 去到第三国就购买绿电，可以解决台湾绿电不足的问题。我觉得这个想法实在过于简单了。去到菲律宾设厂营运有电线，或者是税收，这每一项投资拢是成本。专家认为，算出来进口绿电会更较贵。虽然郭志辉讲一切拢要咧收赢，不过专家嘛是希望部长一定拢爱斟酌详细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